1973年呢，我爸爸就去世了。刚刚那年呢，也是李小龙去世，所以呢，很多儿子啊、孙子啊都很崇拜李小龙，所以要求呢，在我爸爸的坟头那边呢，雕塑个李小龙那个飞脚的那个指示，你看一下，有图为证。唐山大兴，全马来西亚只有我爸爸的坟头有李小龙的飞脚。啊，介绍阿爸嘅莊成鋼啊，廣東飛照，1973年跟李小龍去學嗰度跆拳道嚇，佢生前最中意武橋表嘅，啊，今日後啲紅啲都冇攞嚟硬啱，係尋日驗晒限要乾，黑狗病，嚟，後幾講完㗎，送嚟驗啊，嚟，是咪從小武橋表嗰邊睇下？愛之中意驗知的香笑。喂，我老實講啊，就算一打我教得佢唔叫。原來有病驗來後順那曉。嘿，對你有益，有病的係叫條。出名有Guinness酒，有病到處啊佢啊要，嘿冇聽啊食就有命惡打，百事嘅也順曉，名牌就炸發的拿破崙喂，前期講少印啊389。哇！七早八早喝黑狗啊！真的零舍不同。武橋表對你有益。